动吃，来做事。今日创得同好哦。首先，俺来感谢俺的助教，两位助教，也是俺个奖模的何老师云娜，大家掌声鼓励，送上鼓励，欢迎你。何云娜，今本人的助教，很开心来到这边，可以为大家跟大家一起练习歌曲。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新学生？ 对呀，你们有发觉到吗？有发觉到吗？有一位新同学坐到那边，头啊甜甜，睇一架琼啊葱，佢都系金曲歌王黄老师3两，来睇一架众赏鼓励分享。三门大家好，我是黄善良。 三门台嘎。我跟亮哥相遇呢，是在有一次机会唱大爱电视台的主题曲，然后亮哥是我的配唱老师。那我们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害怕的，因为毕竟荒山亮这个名字就是我们的金曲歌王嘛。结果没想到一起工作之后，发现哇，老师真的人超 nice， 又非常的温柔。那我在演唱完这个作品的时候，亮哥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公司啊？你要不要签给我啊？”然后我就觉得哇，也太幸运了吧！然后我就成为了一个狗宿，而且也是亮哥鼓励我去学客家话的，所以我现在是哈嘎狗宿的关系，都是因为亮哥鼓励我。 所以我今天要好好来报恩一下，我从小都在新竹长大，所以我就呢带亮哥回到我新竹我的家乡，然后希望可以让他体验我从小到大的一些美食啊，还有玩乐啊，然后让亮哥可以体验我们新竹的美。云娜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我跟他第一次认识是因为有一首歌的录音，那我是制作人，然后在这录音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的声音很特别。 而且很多变化性，后来我就慢慢的去了解他的背景，发现说，他其实是科班出身的。这后来常常有一些配唱的机会，我就会找云娜来录音室录音，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他其实除了唱歌以外，他也有很多创作的一些想法。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大概有1、2年的时间吧，我们都一直都在持续的在创作上面，我都一直在鼓励他。我就想说，你应该要练习多多写歌。既然你是科班出身，然后你对音乐有这么多的深厚的底子，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哦，让云娜带我来新竹这个地方，好好的体验一下她的家乡风味。那我非常的期待。 好今天亮哥好不容易来到我们这个新竹的唱歌班，对，猛抽，所以呢要请我唱歌我会，但客语我不会。对我才正要讲我说我要请我的妈妈翁行莎黄老师来教几句客家话给亮哥。那我要先问候妈妈翁行莎，你好怎么说？我们通常你好，翁行莎你好，我是冯善良。然后谢谢大家，谢谢安子生，安子生。 大家，
嘿，或者泰嘎俺子 C， 泰嘎俺子 C， 对，或者再见啊，这个也很重要。再见。哦，再见，嘿，张磊了。张磊了。对，我的比较实用啦。泰嘎张磊了啊。没有，是不是？你要先称赞完大家，你才可以走。哦，泰嘎。比如说大家今天唱得很棒，你就要说泰嘎暗腔。泰嘎暗腔，泰嘎懂腔。也可以，这样就好了。对，抽。那再见怎么说？张磊了。嘿，抽，好棒。好，我们今天难得亮哥来到新竹一日游，其实我们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从小到大吃的新竹家乡菜，那就是要请妈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个暗龟，暗瓜，我来讲。暗乖，嘿，抽暗乖，对，暗乖，妈妈你有带来吗？有啊，有带来哦。啊，嘿，错。俩都係那暗乖，嘿，對，你世家同條式咧，嘿，錯。那可以解释一下，我知道它的中文名称叫做月瓜。直接你买回来，把它剥开，里面的脓把它挖出来，然后就一个锅子，就沾一沾盐巴，捏一捏，它就会出水，隔天就倒掉，继续再捏一捏，2天就可以吃的。哦，这叫绿瓜。好嘞，那我们赶快带亮哥去捞三把。好，这些大家，爱去凤山了，张来了。好，张磊了，谢谢何老师，谢谢。好，谢谢。所以云娜这里算是新竹比较热闹的地方了吗？对，我们现在已经在新竹火车站附近的商圈了。哦，对。然后我们等一下呢，前面右边可以看到，就是新竹蛮有名的一条街，叫大成街。OK， 对，然后大成街就很像是新竹缩小版的5分埔啊，对，很多卖衣服。对，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就是都会来这边逛衣服，然后有男有女，然后还有剪头发的地方、卖鞋子的地方，都在这里。对，那亮哥，你对新竹的美食了解吗？知道啊，新竹最有名就是新竹米粉跟贡丸，对不对？好。那你知道商圈这边其实不只是卖衣服，这边还有很多的美食。你刚刚提到的新竹米粉贡丸都有，这样我就有兴趣了，是不是？但我今天要带你去吃的是一间很有名的面店 ，OK， 它叫做荣记汤圆，就在前面不远，我们走过去就到了。甜的吗？没有，还没，咸的。咸的。对，我们一起去吃看看吧。快来试试看啊，太棒了。哇，云娜太棒了，是不是？来到这边一定要试一下这里的客家菜。客家菜。今天我们吃的这一间呢，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从小吃到大？对，我印象当中可能是从小学就在了。对。哇，这家是老店哦。至少，我不好意思说多老，这样就算得出来我的年龄呢。对，只要知道它是老店，一定好吃。对，没错。而且新竹算市区，如果要有名，可以吃到我们的客家板烟。对，板烟的话，一定要来这一间。板烟就是汤圆。对，汤圆，而且我们是吃咸汤圆哦。哦。对。吃咸的怎么说？鹹咩？鹹咩？对，鹹咩？对。那甜的呢？甜咩？你好像比我厉害。我刚刚有偷学了。我前阵子才从香港回来，我一直讲成广东话哈。甜，对，甜。因为我们那边汤圆大概就是甜的啊。都是甜的。都是吃甜的。哦，是哦。很少吃到咸的。哦，咸的就是客家汤圆呐。然后里面还有什么菜？白菜、泡菜跟韭菜，快菜啊，边吃要边学。嘿，错。然后这个是面，面啊，这个叫萝卜，因为从小吃到大就习惯了，所以每次来吃我都会点萝卜。你可以吃看看，萝卜嘞，好吃哦。它有一点那个猪大骨汤啊，然后跟姜的味道。味道没有变呢，还是很好吃哎。老味道是最棒。而且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城隍庙附近的哦。
新竹城隍庙是很有名的。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他们会办那个灯笼的比赛，元宵节。我曾经小学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入围过。哦，这样。然后你就可以挂在做的灯笼，对不对？不是我做的，我爸做的。那个年代都是爸妈在做。哦，对，用你的名义。我只记得我半夜下来粘了2个翅膀。而且以前做灯笼是要自己凹那个线哦，钢丝。是哦。对对对，然后你入围了，你就可以挂在那个，因为城隍庙旁边都是老街嘛，它就可以这样挂一排，然后就可以去散步，然后去找自己的灯笼在哪里，这样子，对。很有趣，大概20几年前吧。哦。然后那时候可能，我记得2高才刚开通，然后我开车到2高去嘛，然后我到了应该也是新竹这边吧，结果迷路了，然后那个年代也还没有什么导航，然后我就得去路边问人家嘛，对，然后我就开到一个客家庄里面，我路边停下来问路边的阿婆，然后我问说那个，请问这里是哪里？对，这里是哪里？请问高速公路怎么走？他讲老半天啊，讲一大堆啊，我就一句都听不懂。我就瞬间觉得我出国，你外国人，对，我是外国人，对。欢迎来到客家国，对，没错。但现在因为这个客语文化也好，饮食也好，都有很多的推广，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嘛。对，其实你妈妈在讲，我大概听得懂80%，我大概知道她的意思。哦，对耶。对，现在等于是说大家的交流机会多了。然后就虽然也还是不会讲，可是在听上面就懂很多。对。然后吃客家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对。但是你要吃到道地的，还真得来这边吃。没错。后生。是不是很好吃？哇，刚才这个吃到我们的哈嘎斑燕，哈，这种简单又古早味的感觉，哈，那真的是瞬间让我回到小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妈妈也都常带我去外面吃这种很简单的，很地方的这种美食。我觉得越简单的食物是越有味道的。新竹这边的在地的美食的风味，虽然跟我们家乡不太一样，但是它就是有一个属于台湾的这种古早味在那边，那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体验。然后这样用力甩过去，哎呦，要这么大力哦？对。哎，有点难呢，这个。大力。用力。加油！再来。不好切。对啊，你刚才跟我讲用力，很难切。动吃，来做事。现在干嘛？这个是米粉压丝，这台是米粉成型机，它压下来之后，我们现在正在装盘处理。装盘，对，它就人家我们说转米粉、切米粉这样子。转米粉、切米粉。它都要绕着这样子圈圈哦。顺时针像转那个冰淇淋这样子，慢慢转上去。为什么要绕起来？因为它怎样在放的时候放在蒸架上会比较容易，比较好整理，然后让它可以蒸熟。所以这是还没有熟的。对，这算是半熟的。哦。它蒸半熟是为了让它好塑形，就是在这个压制的过程好塑形。OK。看起来好像不会很难吧？哈。感觉啊，亮哥是不是很想试试看？要不要来试试看？好啊，来，再给你来试试看。怎么没那么好转？等一下，没有那么好转，它有一定的速度的。是不是？差不多就要把它切断，对不对？对，好，要抓紧，好，用力。下刀用力，哇！而且我注意到它不会停呢，它会一直下去哎。那如果乱掉了怎么办？没那么容易耶，为什么我转那么难看？它不能停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料会干在里面，不能让它停下来。
有点难，有点难，要不然你来试试。我是新竹在地，我应该可以。确定吗？可以。哎，抓得好，抓得好，来下招。啊，我接不对。那有点烫。OK，来，然后再放回去。喂，我感觉蛮顺畅的你好哦。像比我厉害哦。因为我是新竹人，再一个。哦，这个转得漂亮。哦，平常有下过棋，看得出来。动作要快。超难，等一下，而且其实蛮烫的。他这样子看，这样切断就好了。哦，它是有功法的，所以他们整个动作要很连贯，对，它才不会卡在一起。然后稍微出一点力，这样把它切下去。是，那你现在看到米粉它蒸熟之后，我们就会再拿去切米粉那边进行再分装。很辛苦哎，而且这里很热，按捏，然后刚进来就会感觉到非常热。对啊，按捏，对，按捏。现在这来到这边，对，是要进行切米粉分装。然后分装之后，让他们有一小段一小段可以进行里面进行批制成型。哦，批制哦，所以刚才切的那个部分已经又蒸过一次，蒸好了，现在要切断。对，好，那要切多长？来试做一次。我先试做一次给你看，好不好？哇，你看这个这样，很像棉被。对，蒸出来以后，蒸出来的米粉，这样更软的感觉了。对。然后这样用力甩过去。哎呦，要这么大力哦？对。然后两个人要铺平吗？对，要把它拉直。拉直。对，拉直。拉直。后。把它整理一下。后哎。后。它是要3条。一次3条。对，一次要3条。帅。来拉。要拉直，拉直。好，把它拉平拉直。OK。很烫。很烫。很烫。哇塞！那我们要切多长？要切多长？大概1个手臂这么长。1个手臂。大概这样子。这样子。对，手肘到手臂这么长。哦。我先示范一次给你看。好。去头去尾。哦，先把它切平。对。让那个头是平的 ，OK。哦。大概这个长度。好，云娜你来。来，你们试一下。来。按直 C 哦。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我的手臂跟你的手臂一样长吗？比较短。差不多。OK， 好。差不多了，差不多这个。一看就是没做菜的人。用力。可以。有。完美。再给你次机会。好。哎，有点难呢，这个。很大力。用力。加油！亮哥，好，换你。我应该，不好切。对啊，你刚才跟我讲用力，很难切。好，可以了。那挑哥啊，最后面怎么办？最后的话要稍微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对，把它切断之后，它长度不符合的要把它拉掉。然后这个就会进行重工的部分，就不会浪费啊。再对，还要爱惜食材。对。哇，亮哥，你想不想要甩一次？再来一个。没有，我想你要不要甩一次？好，我来甩看。好啊，要不要给你试试看？先抓一个头给你看。抓一个头。对。好，我来，先抓一个头，然后呢，然后这样抓一个头，然后另一边也抓着，然后从这边手甩过去。用力丢过去。哎，帅！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动作，好，进行里面批制成型。批制成型。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好，我们进去看一下。老板带路。这我们来到这一关是批制成型，就是我们所谓讲的批米粉。我刚刚看大姐在做是差不多这样子。哦，很标准呢。
标准的一个把它成型的样子。那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刚才弄了一大坨，啊，那这边把它要像大姐这样把它就是分开。蒸熟的米粉来这边 OK， 然后进行分段之后，再进行拆丝。要把它拆开，然后拆丝，对，再大概抓一个手掌。我们需要把它，这样会不会太窄啊？亮哥，这样很密耶。这是刚刚大姐做的标准版，对吧？你的好像比较窄，我们要把它弄宽一点。那不然你来，你来试一下。我比较想吃，来，已经失败，你看，再一次，还可以，可以吗？老板可以吗？可以哦，可以哦，谢谢老板。大姐在哀嚎了，稍微整理一下。啊，可以吗？可以啦，谢谢，谁有？那老板，这现在就可以吃了吗？现在是可以吃的。所以我现在可以吃一个。对，它是蒸熟的。他说可以，但是你要自己买啊。那个你要买下来。那我们可以吃一点试试看吗？可以。可以拉一条这样。拉一条。我拉边边的好了。好。哎，其实很 Q 哎。亮哥，你怎么已经吃起来？我已经在吃了，因为它会有声音呢。哦。对，它是有那种咚咚的那种感觉，好吃吗？有弹性，对不对？新竹米粉很有弹性，有 Q 度啊。刚才切就知道，其实它韧性很强。哦。现在的只吃得出一点点米味。对，会有带一点淡淡的米香味，其实它是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接着到楼上那一关晒米粉那一关，最后一关了吗？对，最后一关。哇，好，我们去晒米粉。然后呢，这时候就要我来做了，因为这个动作很漂亮，我们家都是这样子。哎呦，你会弄到手啊？不会。哦。对，我们家喷出去了，没关系。我告诉你，我们家怎么弄。哦，你们家怎么弄？是这样拍的吗？对，可是呢，我妈就跟我说，好了吗？不是亮哥，但我妈跟我说，敲什么敲嘞？我妈跟我说，你这样比较帅啊！动吃，来做事。好，哇！现在来把它拿去晒米粉。晒米粉。现在我们在顶楼这边。哦，那老板，今天这个天气是可以适合晒的吗？这看起来天气是还算可以，还算可以，但风没有很大啊。对啊，要风大一点会比较好。我们需要新竹的风跟太阳。好，那现在晒，我示范一次。好，来，把这架子放到这上面，好，让它这样斜靠，这样它不会掉下去哎。对。啊，我有点害怕，我觉得小心。斜靠，推一点，后推一点。斜靠，好。再后退一点，再后推一点，再后推一点。好，你来靠一个。自然。主人可以的。等一下，我现在不知道角度，要这样子哈。这样可以。来，新主人。不行。新主人，新住民啊！我帮你来。可以。好。哦，那这个他有说要晒多久吗？这个我们会晒到下午。晒到下午。对，只要晒1天就可以了。对。那怎么样知道它干了？有没有仪器去测，还是说经验？有，只要他知道说这里已经硬了，有一点 Q 度的感觉，用手摸。折，对。如果没有太阳、下雨的话，我们会用机器去晒。我再来一个。我再来一个，好。那我有问题。那机器晒跟风晒有差别吗？有。如果是用自然这样风干的话，它就会呈现比较好的 Q 度。就像你吹头发一样，自然干的还是比较好一点。机器是要烘的感觉，对不对？哦，所以还是需要那个新竹风。对，新竹风，新竹的太阳 knit 对，标准哦 knit 哦，好哎。那老板，我们这样子通常这么大的地方，全部都会摆满吗？对，会。那我们今天现在晒出来的都是目前做出来的量。对，没错。然后等一下就会把它做满。等一下就赚钱了。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吃米粉了。对，晒完就可以卖啦。对啊，是不是？晒完就包装就卖了嘛。对。要吃个米粉还不容易耶，这个很多过程。没错。好，我们换那一排来晒好了，先推过去。
非常开心，就是可以亲眼看到米粉怎么做的。因为第一，我知道很热，可是我没有想过工厂里面这么热。然后米粉不能关的原因，原来是因为它会硬掉在管子里面。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就是你要一直处理反复的动作是不方便的。所以你就看到员工们一直重复着，就是捞米粉、砍米粉，然后搬米粉，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然后包含你测量尺寸啊那些细项，就是觉得太厉害了。更不用说原来最后还有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拿去楼上晒。晒米粉的时候，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也会问老板说，哎，天气怎么样啊？适不适合晒米粉啊？那老板就会提到说，原来用自然风去就是把它晒干的话呢，米粉会比较有弹性。那我就觉得难怪新竹的米粉这么好吃，因为我们新竹的就是风最有名嘛，所以难怪我们的米粉特别的 Q 啊。总之今天是非常开心，可以亲眼看到，就是原来我们新竹的米粉是这样子做出来的，然后也难怪我们米粉这么好吃。懂吃来煮食，大家好，我是冯善良，我是侯云啊。怎么样？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亮哥，你知道吗？啊，我看起来感觉好像很厉害哦。当然，我们今天要做2道菜，我们要煮的是那个竹笋跟公眼筒。嘿，然后呢？竹笋公眼筒是什么？汤。哦，筒哦，竹笋公眼筒。哦，哎，好。然后第2道呢？第2道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就是我们刚刚有去找我的妈妈。对，妈妈给的。暗瓜，嘿，暗瓜炒猪肉。炒猪肉。对，各位观众，各位哦，我要来切一下这个。不要切到手，我会很紧张哎，小心小心。哇，这个，还是我来。你让我表现一下嘛，对不对？好，切了一把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剥开了。这个在台湾是麻竹笋。哦，是哦。对，因为我们常见的就是绿竹笋，小小颗的，吃那个凉笋沙拉的那种。那这种麻竹笋煮汤啊、炒肉丝啊都很棒。哇，不愧是亮哥哎。好，因为我们把它剥开之后，就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圈，它是必须要被切掉的。好。所以我们要把它切掉。你可以耶！哦，我们不知道我练了几百万次。对啊，当然，然后把后面的这个切掉。哦，这比较粗的部分我们就不吃了。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切竹笋。等一下。你要切多厚？你先跟我讲。好，我切片。因为我们要煮汤2.5公分厚，可以吗？切多厚？等下我看一下。这样子，然后我要切片啊。哦。我切片，所以我先切。对，先这样子，然后这样切片。我是这样子。哦，可以，这样可以吧？可以，薄薄的。对，我们家是这样切啊。哎呀，我们家是。你家是这样切吗？不可以让我紧张，好不好？哎，你可以耶。当然，没有啦，差不多啦。其实我们也差不多就这样了。然后我们切完的呢，先放在这个。那2厨来切好了。好，放在冷水里面。差不多，可以再来，竹笋可以多一点，因为我喜欢它比较就是有竹笋香。我们就是尽量让它就是薄薄的。好，然后我们就要把它拿过去。好，那边。好，拿。好，然后现在大厨做2厨的工作。好，2厨做大厨的工作。好，你要那2厨要帮我看火。好，火等下滚了，你就要帮我把公眼放进去哈。公眼不用一起煮吗？是，因为它不是那个冷冻的嘛。哦。对，我们就是已经常温了。这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公眼呢，这在哪买的？这在竹联市，新竹非常有名的一个寺庙叫做竹联寺。对，竹联寺旁边有竹联市场。哦。对，我们就是竹联市。妈妈从小买贡丸都不是去那种连锁的店 ，OK， 她都是去她熟悉的摊贩。每个妈妈有自己喜欢的摊贩，对，然后这是你妈妈的她的私房小摊，私房的小摊，对，私房小摊。她说里面会有那个汁啊，我们有时候贡丸不会切开吗？贡丸有的会切半，有的会切，我们就不切，对，不切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会有汁，会有汤汁，对，所以等下煮完咬下去是会有汤汁，会喷汁的，没错。好，我们现在要做的这道菜呢，叫做安乖啊竹肉，对，竹肉。那这个呢，这道菜的历史是这样，就我从小到大，我们家只要是我妈妈有带大的小孩，就比如说有短暂给我妈带过的，我们都一定很喜欢吃这一道。对，因为它快速又好吃，而且这还是你妈妈亲手做的。对啊，那我们切的不要太小，对，不要把它切的像肉丝一样会太小。肉条。
对，切的肉条，因为它如果太小的话，等一下配上呱呱会很咸。哦，对对，所以大概就是抓一下，像这样子。OK， 有一个宽度。对，有一个宽度，像这样子。对，要除。是啊，来是换我来接。好，那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大厨。对对。好，大概这样。对的。好。对，好也太好了。然后呢，这时候就要我来做了，因为这个动作很漂亮。哦，好。对对，我们的大蒜要爆。漂亮的让你弄。一般来讲都会切片嘛，对不对？对。但我们家都是这样子。哎呦，哎，你会弄到手啊？不会。哦。对，我们家哎喷出去了，没关系。对。哦，我告诉你，我们家怎么弄。哦，你们家怎么弄？是这样拍的吗？对，可是呢，我妈就跟我说。这不就好了吗？不是亮哥，但我妈跟我说。敲什么敲呢？我妈跟我说，你这样比较帅，这样比较帅啊，对不对？你这样就感觉太优雅了，对对对。好，没关系。OK， 我们把，那我们现在就要放油，差不多这样了，好不好？对，这样差不多这样。好，那我们就先放下去。好。然后通常这个时候，因为有的人他不吃太咸的，但是我们家会。你现在就加盐巴了吗？对，等下就会加一点点，先加一点点。哦。对。然后就不要了，就不要了。对对对，就接下来就是放猪肉，先把蒜头炒有一点黄黄的。OK， 让它那个蒜味出来。对。好，那先给你炒哦，我来。我炒吗？嘿，你炒一下。然后猪肉要稍微炒的再久一点，要炒到它几乎就是对，要金黄色，对，逼出来，它有开始缩水一点。因为你讲煸的话，就是要把油逼出来的意思。没错，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的肉切的比较大块，所以我们的呱呱就不用太小。哦，这样子，对，差不多这个大小就可以。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其实只要等，就是这个猪肉它的颜色跟味道都出来之后，放下去，然后它只要这个暗瓜有一点点变成蒙蒙给，就是黄黄的时候，对，你就可以拿起来了。哦，哎，不错。这样煸起来。哇，你看那个。3层肉，客家人爱吃，就是吃那个肥肥的地方。嚯嚯嚯！滚了滚了！可以，没关系，不要紧张，滚了就滚了。对，好，滚了，来，好，那我们滚了贡完下去。好，我们放10颗，好不好？好。1、2、3、4、5、6、7、8、10 ，OK。我再。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把它煮起来焖着。OK， 臭。我们可以放呱呱了。好，可以。来，我放喽。好放。那你的辣椒呢？最后。好，辣椒。最后。好，辣椒叫做辣椒味。辣椒味。嘿，这中间要不要调味？不用。已经加盐巴了。对，就不用再调味了，完全不用，也不用再加酱油，什么都不用。但是火也被你关掉了，还是需要火。对。排 C。好。对。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让呱呱炒的有一点点黄黄的时候，就可以起锅了。我现在等它大火再滚回来，我就小火焖它，对不对？对。好，那给你炒。好啊，给我炒。那你帮我切辣椒。你辣椒你要。我们点缀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就好。斜切一点。斜切一点哈。对，小一点，好不好？小一点。对，让它看起来有这个就好了，好不好？好。这样子，好嘞，差不多。好，好嘞，好嘞。好，稍微的搅拌一下，让它有一个哇，有辣椒的香，真的是蛮香的。好嘞，我们可以装盘喽。好，我们这个完成一道。以前刚开始学做菜的时候啊，就是我不知道玉米怎么切，我不知道刀有分就是大小跟它切不同的东西。你要拿菜刀嘛，大。然后我就切，结果它就先卡住，它会先卡住，你就拿起来。后来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就只能一直这样嘛，对不对？后来断的是刀，是不是？对啊，断的是刀。然后我就拍照哦，对，上到网络上说这菜刀太烂了，然后结果我被大家笑。动吃，来做事。懂吃来做事，
耶！好，现在换我喽。好啊。今天来到新竹，来做一道米粉的料理。好诶，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做米粉藕啊，芋头米粉汤。对。小时候呢，我们家如果小朋友多或是客人来多的时候，我妈就会煮一大锅米粉藕啊，就不会很麻烦。对。然后一次又分量又很多。这个米粉是我们今天我们去那个米粉厂的米粉，对，新华米粉。哇，直接。那我们新竹的米粉会比较细一点。对，我们说，嘿。好，那有一些人呢，做米粉前会把它泡水啦。但是因为我们要煮汤，所以我们稍微让它湿润就可以。OK。好的。这样等一下，它就会把那个汤的那个汤汁吸进去，它就更好吃。好，现在第一步呢，我要先炸芋头。好，为什么呢？因为这芋头我们我们把它炸过以后，外表酥了以后呢，它就比较耐煮，它就可以煮汤的时候熬比较久，不会烂，它就不会糊掉烂掉。要不然煮汤会烂在里面。对，比如我们去吃火锅，有时候直接加进去，它整个会绵绵的。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步，那我在煎芋头的时候呢，我要做什么？你要帮我第一个把那个韭菜切断。你要切多长呢？大概就是这样小段。这样好不好？那切大概这样一撮，好不好？这个韭菜是最后放进去。最后，对，你先把它备着。这样还要吗？我已经开始了，再来一点。好。哇，啪了，小心哦。这个香菇是干的，然后泡水。对，泡水，对。然后等一下那香菇水不要倒掉哦，它也是汤头的一部分。哦，没想过哎。没想到吧？原来这就是秘方啦。亮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做菜的？我跟你讲，我当年去美国念书，然后就会很想念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道。我懂。然后就开始研究煮菜这件事情，而且在国外念书，你去外面吃东西很贵啊。我就每天没事就在家里就自己做这个做那个的。那你喜欢吗？好像蛮。我喜欢啊，其实我的兴趣就是做菜。平常我舒压的时候，我就喜欢在厨房里面做菜。幸福哦。我们写歌写，有时候觉得很烦，然后我就会跑去做菜。我是打开 Uber Eats 叫东西吃，这太方便了。对啊。某空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累了哦，Uber Eats 打开喝水。没有做菜，当然你可能刚开始会失败啊。对。但是你如果做成功的话，你会有另外一个成就感嘛？对不对？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好笑的故事。是。就是我以前刚开始学做菜的时候啊，就是我不知道玉米怎么切。我说的是那种一个有心的那一种哦。你要切成一段一段还是？对，我要把它变成一段一段的。你就把它切一段一段比较好。可是刀会坏掉啊。不会啊，会啊。真的吗？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用这种比这个还小。哦，你拿水果刀去切。有点小，然后我就在那边，因为我想说我妈就这样，啪。就断了。对。然后我想说，我不知道刀有分就是大小，跟它切不同的东西。你要拿菜刀嘛，大。然后我就结果它就先卡住，它会先卡住，你就拿起来。后来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就只能一直这样嘛，对不对？后来断的是刀，是不是？对啊，断的是刀。然后我就拍照哦，对，上到网络上说这菜刀太烂了，然后结果我被大家笑，对，因为他说谁会拿这个菜刀去切玉米？你那个应该是水果刀吧？就是比这个再小一点。然后呢，而且我还是拿陶瓷刀去切。哦，那当然不行啊。而且因为你知道，不会煮饭真的会弄出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因为煮饭我们现在都电锅煮，对不对？对。那你知道，其实现在那种相应日本电锅有分米，它会煮的时间不同。比如说，你可以煮寿司米，对，你可以煮稀饭，你可以煮各种米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大家都要煮带菜来我家吃嘛。对。然后我的功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太会做菜，对，所以我的功能只需要按下那个按键。就可以了。对，好。然后呢，大家来了，我就说，好，等一下哈，因为大家到了，我想说大家到了我再按，因为差不多40分钟起锅，就差不多锅就好了嘛。结果我就选了一个极致美味，煮了72分钟的饭。煮也太久了吧？72分钟已经可以吃晚餐了。然后大家就为了等我的那个极致美味，它上面的标题是极致美味哦。我想说煮饭就要煮极致美味啊，但我不知道极致美味要煮72分钟。所以最后到底有没有极致？我其实
已经吃不出来那个味道，因为大家已经极致的饥饿了，对不对？然后结果，当你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对对，他那个锅就是那个意思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芋头炸出来在旁边。我现在把油沥出来。好。那你一开始煮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好笑的事情？有啊，刚开始什么糖盐搞不清楚啊。这很正，对，好像所有人都会做过这件事。卤了一锅肉，结果是甜的，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我要，biang 什么？biang 酸头，哎，什么？哎，哦，是猪肉哦，猪肉，可以哈。这样真的没有，哎呦，很会哦。好了，也蛮帅的，是不是？这个帅气度100，biang一下。好，我们现在可以好，可以biang喽，biang喽。虾米也是直接用哈伊，好。啊，biang久一点。好啊。哦，这个比较重哦，甩不起来哦。没关系，我就这样就好。虾米，然后，我的，好香哦！啊，这个虾米。然后，香菇下去。好，香菇下去。好，可以。来，帮你收一下。然后那个酱油来一点，好不好？好，酱油。哦，已经煸出那个味道。好，一点点就好。因为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猪肉没有很多，而且也没有抓烟呐，所以，对，我们没有。但是你要把那个香味炒出来。然后我刚才已经煮了一锅的高汤在这边。哇，猪骨吗？对，我用排骨熬的汤，然后直接加下去吗？连着骨头吗？哇，排骨也可以。排骨其实也很好吃，对，其实可以整个下去哎。哦。好，我们现在让它熬一下。然后呢，你再帮我把米粉也切一下。好，切对半。好，你可以把贡丸给我。跟我们早上一样难切。新竹的米粉太有韧性，对不对？米粉也有应景精神哦。硬强，硬强。这个米粉很硬强哦，哈。硬强。让它滚一下。香菇水，香菇水，菇水，对，我们的味道啊，原来这是精华所在。好，那我们加盖，让它焖滚一下。加盖。好。好，你看一下这个汤。哇哦！它要熬到什么程度呢？熬到这个芋头松掉。有直接松掉了哈。让我来试试。然后我们顺便调味。好烫哦！加一点盐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下了。对，就把这个下，让它去吸它的汤汁。然后呢，同时再加一点点水，因为米粉会吸水。没错。对，好，然后再让它大滚一下。好，10分钟后就可以开锅了。耶，好的。好，你看，哇哦，现在米粉已经吸饱汤汁了，有没有？有。米粉其实有出了一点。好，然后接下来的步骤我们就是把韭菜，有些人喜欢用芹菜，但是我们家我妈妈就是喜欢用韭菜，对，韭菜，然后再来一点点葱酥，可以多一点。你喜欢多一点？好啊，客家味，最爱吃这个，耶，这样子，有没有？好，味道不一样了。我再稍微给它煮一下，就可以上锅喽。耶，吃饭喽！耶，我们来复习一下。复习一下，
祝孙公演同哦，祝孙公演同好。然后第二道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对，暗乖炒猪牛，对，然后再来，这是亮哥刚刚完成的是米粉公演不给同，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来，你要从哪一个开始吃？我想要先吃这个。通常我们吃，你们怎么吃？一定要一个肉，然后配一个呱呱，一起吃。这个要配饭吧？对啊，就是你先吃一口。一起吃进去哦。是不是它的那个咸咸的呱呱味道会跟猪肉刚好配在一起？对。然后猪肉其实我们虽然有撒一点盐巴，因为我们没有腌过啊，就是直接下去。其实如果你怕小朋友吃会太咸的话，你就猪肉前面不要撒盐巴也可以。更好吃。好吃。配一口白饭。没错，真的很好吃，怎么会这样呢？对。那我们来喝碗汤吧，我帮你。我要喝你的汤。好。那个公园一定要一颗。有咪。哦，太大声了吧？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又很脆，然后又香又甜。真的哈，我来。然后呢，这个汤头它的香味有没有？这太好吃了吧？太好吃了吧？我不敢相信，这是从我手上煮出来的东西。很好吃哎，而且切片是不是比较方便？对。它真的会喷汁哎。对啊。你看它真的会喷汁，所以阿梅就去供不要切开啊。对。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我妈妈阿梅。阿梅的味道。错，她煮的方式就是这个方式。我小时候吃的时候啊，因为我妈妈家煮饭就是会拜拜。然后我很常偷吃贡丸。我曾经，我妈还没上锅，对，然后我把贡丸全部吃完，对，太好吃了。接下来呢，就是我的米粉乌的公园同，一定要来吃一口我们新竹的部分。这米粉真的太棒，好感动哦！是不是？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有经手过的米粉。这米粉太厉害了吧？是不是？其实我觉得韭菜我们可以再下多一点，就是喜欢吃韭菜的朋友可以多下一点。所以亮哥，就是你妈妈的味道是那个韭菜的味道会更多，因为有些人家里米粉汤会加芹菜，对我们家是芹菜，我妈妈都加韭菜。那你觉得今天妈妈的味道？我觉得今天我这个比我妈妈的做的多一个味道，就是公演。对，公演。对。那你觉得今天你对于我带你就是体验今天的新竹一日游，然后吃这些阿梅给米西的这个活动规划，你还满意吗？懂腔哦，你学会了，对，懂腔，对，暗腔，对，没错，然后我学到很多这个客语的词汇，好，那其实讲老实话，以前是不敢开口讲，但是今天我做到了一步，就是至少我开口学习，对不对？没错。而且我有一句讲的最标准的，哪一句？海嘎后，爱黑黄闪中，没错，对，这句没有错了吧？很棒，对，可以吧？没有错，至少我可以带这句回家了。对，下次碰到讲客语的朋友，我就可以跟他讲这句话，而且吃到这么多道妈妈的味道，阿梅给米西，对。好，我要持续的继续学习，多讲几次就记起来了。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那个阿梅给米西就大成功，天本的太成功，耶！继续吃啦！不要跟我抢，不能停，不能停。真的。打开眼目珠，天地也有谱，爱可有破比哥哥，比哥哥，当阿婆讲有破，
模仿咯，做地模仿咯，做地模。